今日要介紹一支平民版嘅金鐘裝，點解咁講？大家睇下呢支 Reveille 2016，佢就係波爾多頂級名莊金鐘裝嘅莊主。呢個 Revelation 系列係大師親自喺波爾多挑選有潛質嘅酒莊，再由佢專業嘅團隊監修，用大師級嘅釀酒技術去處理 Merlot 嘅葡萄，質素有晒保證。Vivino 評分3.9分，喺呢個價位極之罕見。再加埋2016年呢個波爾多嘅靚年份，酒體紮實，黑加侖子同埋木桶嘅香氣平衡得啱啱好。依家飲緊單寧已經好順滑，無論係自己食飯配牛扒，定係同朋友聚會粗飲，都絕對唔失禮。最震撼係個價錢，平時超市隨便揀支餐酒都過100蚊，我哋依家做緊優惠，平均只需要78蚊一支，唔需要80蚊買到大師級監製，加上2016年嘅好年份，貨量有限，賣完就冇。如果想用咁平嘅價錢買到大師級質素，記得留言話俾我哋聽。我哋係 Y Time，下次見。